英國稅制嘅隱形陷阱。政府話英國入息稅淨係有3個稅階，20%、40%、45%。呢個說法簡單明快，但唔誠實。當收入超過10萬英鎊，個人免稅額就開始遞減，每多賺2英鎊就失去1英鎊嘅免稅額。結果每多賺100英鎊要多交40英鎊正常稅，再加20英鎊因為免稅額消失而生嘅額外稅，實際稅率係60%。呢個唔單止係高稅，更加係懲罰。政府口頭話要獎勵努力，但制度卻專門懲罰努力。收入喺10萬英鎊至125140英鎊之間嘅人，邊際稅率竟然比更高收入者仲高。納稅人以為自己仲喺40%階層，唔知中途多咗1級。稅表淨係有3級，實際上係4級。呢個唔係技術錯誤，而係政治掩飾，讓一段極高稅率藏喺字裏行間，但唔喺圖表上出現。再加上2%僱員國民保險，實際邊際稅率達到62%。僱主為員工每加薪100英鎊，仲要繳15%僱主保險，總成本115英鎊，員工實得38英鎊，2/3被國庫吸走。咁樣嘅制度，懲罰加班，懲罰升職，懲罰多做一啲嘅人。受害嘅唔係富豪，而係專業中產、顧問醫生、企業經理、大學教授。佢哋唔係特權階層，但卻成為稅制嘅代罪羔羊。有人乾脆停喺99000英鎊，唔升職，唔多做，免得被制度懲獎倒掛。呢種現象喺醫療、教育、科研界都真實存在。英國話要提高生產力，但先喺制度上削弱激勵。經濟嘅本質係激勵，當努力嘅回報被懲罰，人自然會選擇退縮。共產體制崩潰嘅根源之一，正係人哋發現多做無益，少做無罰。今日英國嘅60%稅帶雖然唔係共產政策，但重演咗同樣嘅錯誤，抹殺努力同回報之間嘅聯繫。如果要改革，應該取消免稅額遞減，重新設立3個明確稅階，20%、40%、50%。其中50%從10萬英鎊開始。根據現有數據，考慮到邊際稅率下降後，更多人願意多工作，稅收同現時相差唔遠。誠實嘅稅制應該讓人睇得明，亦願意交。英國需要嘅唔係藏喺細則裏嘅陷阱，而係一套能獎勵努力、恢復信任嘅稅制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、訂閱胡思棟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